老太太为了复仇，居然想把自己整成18岁少女的样子。就在手术要开始的前一刻，她却给敌人打了通电话。雷战生，哪位？这么快就听不出我的声音了？不着急，我很快就会去找你。原来这老太太是东南亚的黑帮老大，控制着整个东南亚的面粉交易。谁知道这一天，她突然被自己的手下背叛。这些小弟在交易现场直接反水，但面对10几个拿枪的小弟，这位老大心里一点也不慌，甚至还做出了开枪的手势。小弟们以为老大疯了，没想到老大一挥手，所有的小弟突然就倒地不起。原来老大早就察觉到这些小弟的异样，因此事先在附近的山顶安排了狙击手，只要他一发信号，狙击手就会立刻射击。随着叛徒们全部倒下，他的助手驾驶飞行器飞了过来。这时侯爷命令一位下属将资金转入指定账户，该下属原本以为任务完成后可以打卡回家，没想到事情结束后，侯爷却突然让助手把他送走了。你知道的太多了。下一刻，侯爷以为这样可以保证安全，岂料这位下属早有准备，早已预见到侯爷可能会对他不利。他不只是偷偷转走了1亿美金到自己的账户，还事先在水中准备了一具尸体，成功施展了一个金蝉脱壳的计策，逃之夭夭。当电脑屏幕上跳出一个游戏结束的提示时，侯爷立刻意识到自己上当了。他发誓要将这个下属碎尸万段，但他不知道的是，为了逃避追杀，这名下属已经逃到韩国，并进行了面部整容。医生对他的鼻子和下巴进行了增高，同时简单调整了他的声带，彻底改变了他的外貌，即使是亲人也难以辨认。接下来可有好戏看了。